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着金华城案，今仔日是传发到都法局的前局长黄景武出庭来作证。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泰是真罕见，甲黄国昌坐公车到位，两个人一落车，满面的笑容，进入着法院。另外，被告殷晓薇甲沈庆京嘛拢出庭。 车门一日拍开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笑微微落车，刷了郭文泰卡网关的人看起来真轻松，和支持者会手底戏。郭文泰搁一摆为金华城案出庭。局长，请问今天会怎么作证？穿西装西袜，郭翠安行入台北电院，被告前都法局长黄景武只是便以证人身份出庭。郭文泰律师郑金官提出侦查笔录内容，问黄景武当时你讲郭文泰面临要推进都委会研究，我知影有违法，不过嘛是以命令放到下。黄景武笔回无安尼讲，当时意思是研究无代表啥，嘛无一定的通过，乃是违法的。和笔录内容差真多。郑金官要提出笔录勘验内容，叫检察官申明意见。审判长才是，那笔录疑文有证据，需要另日勘验。今天庭讯的内容，充分的证明出来了。 检察官在这个案件里面，就是刻意的陷人于罪，罗织入罪。黄景武嘛讲，金华城放令留地板面积时，家己早就离开北市府，唔知影先怎各方立非必可。检察官认为黄景武有违法上公等的嫌疑。他跑去花莲帮忙哦，我也看不到他。谢谢。那同款出庭的个台北市议员殷晓薇，卖厘清当年辩论会到底是如何讨论金华城，检辩继续攻防，显示有利证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